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受到强烈冷气团影响，各地头冷机机伫花莲传出死亡3人，尖石乡也有人寒到大气喘。有关处提醒民众，玉山的落雪，寸步难行，上好莫上山。开防考到假死的案件法院在今日再开庭，有人提案拿准考到囡仔造成死亡，也会判死刑。目前已经有11万人赴机。台中进前有9囡仔伫咧疫槽渡水救无回来，家属积极来救护的人只是一些民众，认为这救护过程有问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AM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强烈的冷气团影响，各地头是拢冷机机。伫花莲基内北方呢，这个向东这条路线传出有一个人死亡，16个人掉伫遐的这个山难事件。所救人员正在抢救当中。那这新德县的尖石乡也有不少居民因为低温开始伫咧大气喘，甚至是这乡茶下小的时阵无细力去烫着。目前合欢山和玉山拢一直咧落雪，寸步难行。这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是呼吁民众，若准无必要，暂时莫上山。山顶白茫茫，一个58岁姓李的男性山友带团被基内东陵路线时失去联络，17车掉时已经无性命迹象。该斗阵的16个人掉伫山厝，连搜救行动也因为真歹天气而受到阻碍。花莲县消防局搜救队挺进黑水塘山屋，因天候不佳以及积雪过后，等待天气好时挺进事故地点。受强烈冷气团影响，那传出山难的事件，伫真偏僻悬山的新德尖石乡，真侪民众因为低温、皮肤发作、感冒，也是小茶行小时去烫着，互当地秀兰卫生室医护人员是真无用。虽然有人因为气温低掉伫山顶，也是破病，不过也有人对真远来看雪。从台南出发，夜冲。半夜就冲来了。有人带狗仔出看雪，也有游客，大家斗阵躺北梯伫雪地内底翕相。合欢山甲玉山这2天变做白色世界，每领4个出看到看雪游客，也过山顶意愿真寒。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若无装备上好莫上山。上山务必携带冰斧、盐盔、冰爪。那如果没有这些装备，请不要上山。当机具伫路面轻度积雪，有这轮玉山的部队因为积雪较会骨，经过时阵有一定危险。管理处也搁再呼吁，非必要莫上山，以免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陆军步兵109旅去年发生卖这丧尸分弹或者兵案事件，2月14号检方来起诉。昨下晡桃园地方法院头一届开准备庭，大部分的这事官也搁阿兵哥是拢认罪。军方表示讲尊重司法的判决，也那相关人员已经处罚了。军营的门禁真严，陆军步兵109旅去年标出一体未倒的案，有4位官兵被丧尸烟弹，互其他阿兵哥。4个班长甲烟弹没收了后，卖转去互阿兵哥。桃园地方法院18下晡头一届开准备庭诉庭，真侪士官甲士兵拢承认犯案。觉得卖毒品这件事情非常不 OK， 而且他是军人身份啊，那我觉得这更不能去纵容，对吧？那我觉得民众也没办法去接受军中卖毒品这件事情。军人呢？对啊，更不可取啊，对。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我觉得军中不应该。不要说军中，我觉得就算一般民众，我也觉得都不行啊。对，而且他又是一个军人，本来就要更自律啊。检方查到109旅姓吴的义务役人，去年6月中到9月27，前后卖烟弹予其他阿兵哥3届。姓詹的义务役人知影了后，献价予姓高的班长，想甲烟弹没收，并无报起哩。然后以5000块私下卖转去，探出乌食乌一案。目前本案均已进入司法程序，本部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另外，对于相关涉案人员，均已依刑惩并行原则予以释惩。头一届准备庭，除了姓吴的男性否认家破病闪朋友，姓何男性否认恐吓，其他人拢认罪。法官当庭录制姓高的班长甲乌西5000块犯罪所得，到转来也有后续班。结果分别通知开庭的时间，军方也表示，除了尊重司法的判决，相关的涉案人员也已经予因适合的处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性别教育敢有重要是非常重要，就是要避免这条新闻这款代志。这去年12月呢，台中太平一间国小传出着这棒球队的教练性侵41个囡仔球员，这教育局呢，甲前一任的校长记两大过，现任校长记一届新届，而且呢，这事件发生期间呢，学部主任和体育组长同款拢爱罚。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国小的棒球教练，去年底互查出性侵41个球员。台中市府10月开科协会议，决议前任校长记两大过，现任校长记一届新届，要求校方处分历任学部主任甲体育组长等6个人。该负的责任要全人承担啊，就虚心接受。希望小孩子还有被害者的家属心灵上可以有获得抚慰，然后也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有孩子受害。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唯有机制完整下，才能彻底保护我们的孩子。如何让已经有犯罪案例的人不准进入教育界？请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前任校长讲会担责任，受害学生家长希望学校爱受保防止代志搁再发生。市府强调，这个教练2019年到2024年咧学校教球的时，前任校长无查询无实证人员系统，只需有前科的教练继续教学生，违法经济重大。也若现任校长管理不当有责任，人本教育基金会批评，教育局无要求学校查询无实证人员系统了后，爱汇报有管理过失。那教育局呢？它只有提醒学校要勾起，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勾起并且回报。我觉得这个行政管理的疏失必须要检讨。督促学校，不管是新进任，或是每学期，或是每学年度，都一定要上这个系统去查询。查询完之后，那必须要回报教育局。教育局表示，未来要求学校请人爱确实查询，完成汇报。6个组长主任20日由校方召开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处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有一对细老姊妹仔伫共做领母，涉嫌甲一个查甫囡仔开苦毒甲死，引起社会愤怒。法院在今仔搁再开庭，不过这法院外口呢，有上百名民众呼吁讲爱甲这个姊妹仔判重刑，甚至是有人提案，若准这苦毒囡仔罪行爱加重，造成囡仔死亡共款判死刑。目前已经有11万人负羁押。法务部表示讲，会搁再研究敢要受罚。伫法院外口人是真侪，强要客甲袂过，大家手拢举白菊花、摕标语、大声抗议。真侪民众来到这，有几啊百个人来响应，阁有袂少人是专工上班来收听的。我们原本是要送给保姆，在找保姆了。我爸妈听到就说不用，就是不敢相信保姆啦。身为一个妈妈，我真的很心动。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下来的宝贝，有多少人生不出小孩？有多少人渴望小孩？证人因为真关心查甫囡仔开的案件，大家就发现去到法院外口。台北地方法院19召开上尾一届的准备庭，这个民众要求甲涉嫌甲开虐待年幼因姊妹仔，甲当判刑。那101当事长贾永哲嘛去现场斗相共。面对这样子虐童的行为，真的是要最重量刑。我希望法官能够真正的把他们所有的罪状一一的全部都梳理出来，然后一一的治罪。专案会有国民法官加入审判，为4月2日开始展开审理，至少会开庭10届。开家属到时嘛会到庭说明。不过这届开庭，检方甲辩方拢提出请求，希望甲证人隔开来作证，尤其是年幼因姊妹的律师，希望甲来旁听的民众会当用徛平隔开。还是不认罪吧！这个案件定伫5月13审判，不过判决出来进前，证人要是持续伫讨论。还有人提案，希望加重苦毒囡仔的刑责，只要虐待囡仔致使死亡，都要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而且袂当加刑。年内幼童罪去年已经完成修法，加重相关的刑责规定。至于是否再行修法，本部尊重相关的修法建议，妥适研议。这届无到1个月的时间，都提早符合户籍人数的条件，今嘛已经超过11万人支持。因若组织机关法务部表示。感谢修法会好好来研究，上班5月16日一定会对这个案件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有一只比特犬，这个月跳出去车窗2摆，甲人夹着伤。目前这只狗仔拜日已经被带回去安置，虽然伊的情绪也无稳定，不过已经有开始伫咧食物件咯。台北市动保处也讲会开放互人来认养，协助狗仔找新主人。那根据这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有登记的比特犬是3974只。这只比特犬是迄只伫3月7日甲17跳出车窗甲人夹伤的乐器，目前伊已经全部收送去台北市动保处安置。台北市动保处也宣布甲主人裁罚20万。动保处表示，这只比特犬互人安置到单，情绪虽然也真紧张，不过拜三已经有顺利食物件。目前观察起来，伊甲一般的比特犬有淡薄无同。这次比特跟一般的比特比较不太一样，是它从小就是跟在饲主旁边，它比较适合家庭。而且他现在在我们这边表现出来的状况也是很紧张，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评估，如果有合适的地点，其实它比在我们动保处这边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跟饲主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台北市动保处也讲，刷落来会去拜访台北市目前伫名册内底的比特犬，访视勇士的状况。也若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有登记比特犬总共3974只。前3个县市分别是高雄市502只、屏东县494只、台南市386只。农业部动保署也表示，亲像这款有攻击性的宠物，带出门拢要有防护的措施，若无会罚3万到15万块的罚款。这一类的凶恶性犬只，等于说我们的饲主要带它到公共场所的话，第一个必须要有成年人陪伴。第二个，它必须要使用牵绳或者是链子，而且这个牵绳或者是链子，它的长度不可以长于1.5公尺。第三个就是说，这一个比特犬，它必须要戴能够透气的一个口罩。农业部动保署也表示，照规定，比特犬的主人需要伫2023年2月28之前完成登记备查，而且需要节育。这个家伤人的比特犬是有登记备查的。未来请地方政府加强管理比特犬，做好勇气教育。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这只跳出来降价的比特犬叫做 Lucky， 伊未来要何去何从呢？这动保法是有规定哦，讲这动物对公共安全有随发生的危险，或者是收容动物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会当改别掉。不过农业部是表示讲，也是要经过专家的评估，才有法度来判断讲，伊敢是会当改变。那准无法度改变，也来要来看讲，敢要进行针对处理。3年多前，伫台南安平查获154只走私品种猫，全部安乐死，引起争议。因过徛伫防疫，农政单位表示不得已安尼做。这摆台北市比特犬 Lucky 若摆跳车窗夹人，也有人讨论敢是要安乐死。农业部表示，若攻击性的狗仔送入收容所，会有评估机制。各县市政府会组成专业的判定小组，看这只狗是不是具有那个行为矫正或是认领养的可能。根据动保法，若动物对于公共安全有随危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会当抬。敢是领导处理危险的狗仔，甲机关加特数指出，会组成评核小组决定。也毋过，捌收容过攻击性的狗仔，驾驶怪走伙的狗仔，好在在经费支持，予伊免治安乐死。另外就是挑出来让它就是住套房，可能针对那一只狗要比较特别的一个照护，我们才会让它送养，要不然其实都会一直关在我们收容所那边，让我们同仁自己去照顾就好。吴秀仪认为比特犬天性固执，一旦防触发攻击性，即会加条条陪伴，就算要送养也爱先去评估。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也好，或是这个教导也好，如果真的没有改善的迹象，我是觉得再放给一般人民认养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动保团体认为，宠物狗攻击的问题一直拢是出伫饲主的身上。会攻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动物的错，而是人造成。而目前手上还持有的这些饲主，我们认为他们都应该要去上动物行为的课程，他们要非常清楚知道说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管理这只动物。动保团体认为，宠物若攻击人，是无方适当理解行为，甲好好的教导护障甲稳定。认为只要善尽饲主责任，就无安乐死的问题。有攻击性的狗仔，拢无安乐死，也真歹防认养，可能一生拢关伫收容所，成本由社会支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台中进前有幼囡仔伫厝内面的浴槽啊堵水无喘气心跳，这消防局接到通报赶来抢救，落尾也是救无回来。不过家属也发现讲，来到现场甲囡仔急救的，竟然不是正式救护员，也不是技校，只是一名热心的民众。认为这急救的方式唔对，也这支救护过程有问题。有一个3岁查甫囡仔伫浴池堵水，救护人员去现场急救，随家做 CPR， 了后送病院，还是不幸过往。家长事后发现讲，原来迄当阵甲因囝做 CPR 的，并不是消防队的救护员，嘛不是技校，是一个热心的民众。伊感觉实在是伤憾。如果现场没有专业人员，你做我没有意见。今天来，而且进来的都是专业人员。你是第3个进来的，那为什么会由你来试做，而不是专业人来做？你做了也好，那专业的你没有发现他做错吗？那为什么没有去即刻制止？你们来接受。16暗时啊，这个老爸一个人顾2个幼囡仔，伊咧甲1岁查某囝饲食的时阵，3岁后生伫浴缸啊耍水，不幸堵水。伊认为伊照顾有疏失，因若甲因囝做 CPR 的民众并不是救护员。伊认为咧做 CPR 的时阵是饲伫腹肚的顶悬，这支救护的过程有问题。不过伊即马无法度去想，敢是要提告。因若台中市消防局回回讲，这个民众是有下载消防署的急救先锋，听到 AED 这个 app。收到 app 的通知，有无喘气、无心跳的案例，主动去现场支援。伫有做 CPR 能力的情形之下参与救援，过程当中并无错误，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法编辑的规定。鼓励我们民众，如果你会 CPR 的话，可以在欧卡案件第一时间可以协助来按压，整个的救护处置过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并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处分什么的。它应该比较限于就是医疗缺乏而且很紧急的状态，但现场的时候其实有2个正式的消防员那没有破坏现场跟维持现场的必要它有没有符合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啦。法律界人士认为讲，救护现场有2个正式的消防员甲1个技校，敢是属于医疗欠缺或者是紧急的状态，而且敢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法，也搁来讨论。不过家属这边若是提告过失致死，法官判断的标准会看囡仔的死亡敢是甲救护的事件有因果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这危险就伫咧身躯边。讲到这2年，敢若台北市就发生300件民众去互公车门夹着伤的事件。昨日暗时呢，有民众伫咧中孝西路顶头要上车，或者公车门夹着，互公车拖尾20公尺，脚含手是拢着伤。发生意外时阵呢，咧驾驶是无等警察来到现场，就甲车驶走啊。这款的情形上当会罚3000块。啊，那这位着伤的乘客表示会考虑敢要来提告。路边的民众看到是真紧张，伫咧路边一直咧摇手，因为因看到一台公车车门去夹到一个查某人。不过，这个司机当时并无停落来，是向头前直驶，手翘、正脚甲尻川几个所在拢有着伤，裤嘛破真大孔。代志发生已经过真侪天啊，这个着伤的民众到达要是感觉真惊吓。左脚才踏上踏板，公车司机就把门关上，然后加速我的脚。我整个人躺在地上被他拖行，是有点阴影的。会有一段时间不太敢搭公车。这个公车门夹着人的事件，伫台北车头外口，17暗时8点外，一台3中客运驶到中孝西路，乘客还未上车，司机就关门驶行，车门去夹着乘客的裤脚，去互车拖尾20公尺。驾驶当下查看后，未留置现场事宜。涉案的司机讲，有等甲乘客离开才驶走，所以警方初步检判，并无涉及肇事逃逸。不过，无留伫原地所在等警察来，涉嫌无按规定处置，会当罚1000块至3000块。甚至这个司机夹着人了后，还阁无通报。经过警方的通知，客运的业者才知影。驾驶长行车疏失，本公司感到非常抱歉，处以召回辅导告诫外，另也会依规行政惩处。台北市公车车门甲民众夹着伤的事件直直发生。2021年是204件，2022年有254件，最近这2年拢超过300件。短短4年，日头增加至少1.5倍。即个佫发生同款的案件，涉案的客运业者答应会赶紧安防止夹着的系统。不过台北市公运处统计，市内所有的公车目前有安的无甲一半，若要全部拢有安，就要等到2030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来看这条，感觉是真危险哦！这混林的农民骑奥多摆，正这后壁是挂车，为着是要载菜赊，拖真长，变甲真危险。警方表示讲，这款的违规情形会当罚600块，也呼吁农民呢，就要了解骑奥多摆的相关规定。农民骑奥多摆后壁佮拖3台车，规个人摇摇摆摆，看到心会惊。有民众最近经过混林西犁到启东主要道路，甲安尼画面翕落来，连在地农民拢讲，确实真危险。你个从拖车就好啊，等我到时爱掠足大，啊你拖3台嘛，等于你长度较长，就是到大嘛爱掠较大，啊有人是较会倒落啊。有在地农民表示讲，西犁、利润甲启东主要是种菜的生活，不少农民为着方便会拖车甲这些菜再去市场买，通常因为安全就加拖一台。不过警察表示讲，像安尼用奥多摆拖车载菜赊是已经违法。应依规定载运物品，影片中妇女骑乘机车违规互挂3辆小板车。除以造成骑乘过程中不稳定而发生交通事故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1条第5项，机车负载物品不依规定，最高可处驾驶人600元罚款。警察表示讲，若要用奥多摆载物件，细只的袂当超过20公斤，普通的袂当超过50公斤，也重型的袂当超过80公斤，而且车尾部分对后轮开始算袂当超过半公尺。呼吁农民若要骑奥多摆载菜赊，就要下规定，才袂造成交通意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川普和罗西亚总统普丁18有通电话，讨论到这俄乌停火。普丁答应讲会暂时莫去攻击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无要接受美国版本的30天全面停火，甚至要求这乌克兰就要全面停止征调兵啊，西方国家停止援助等等的条件。会谈了后的几点钟，罗西亚又搁再攻击乌克兰的东部。这轮书记也批评罗西亚根本就无信用。大家拢真关注的川普甲普丁电话会谈了后，普丁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针对美国提出的30天全面停火协议，这个协议乌克兰冇接受，不过普丁是无愿意接受。白宫发声明表示，这2国的总统拢同意走向和平，会为停止攻击能源甲基础设施开始。而且针对乌海海顶停火的部分，达成全面停火，甲永久和平来做技术的谈判。川普的特使维科夫表示，双方23会伫沙烏地阿拉伯的城市吉達阁繼續來討論。克里姆林宮表示，普丁煩惱停火會去烏克蘭用來動員閣較濟軍隊，準備擱戰，所以伊開出閣較濟停火的條件。伊講解決衝突的關鍵，就是烏克蘭軍方停止征兵，外國全面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甲政治貢獻。了後，川普伫因的社群平台講，這屆會談真有效果，真緊就會討論全面停火。另外，嘛有講伊甲普丁並無講到美國援助的問題。不過，同一天，羅西亞就派40多架無人機攻擊烏克蘭東北部蘇比的一間病院，也有首都基輔附近的所在。澤倫斯基指控普丁，這等於是拒絕停火的協議。民眾嘛對羅西亞表明同意要停火，實際上說咧話拍得輕，看到就是要拖延時間。І розмовляти про мир з такими людьми, ну це ні до чого не призведе в майбутньому. He is getting all the benefits of trying to prolong and to sta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easefire, and we are likely to see this continuing. 克里姆林宮伫18川普甲普丁的會談當中，嘛講羅西亞甲烏克蘭雙方會伫19閣一個換戰俘，雙方攏會交換175個人。另外，為咗展現善意，也閣會甲烏克蘭23個受傷當咧治療的軍人獻予烏克蘭。公視新聞是會中朋友。無法度自由去講，你就袂當有自由的思想。這香港基本法23條法案施行要滿1年啊！佇台灣的香港人也講，這香港政府有若監控香港民眾言論，踮佇海外香港人若准發表有爭議言論，伊的親戚朋友也會叫去問話。因是呼籲台灣和國際社會就要採取行動，做伙來守護自由甲人權。反對香港國安惡法。香港基本法23條施行要滿1週年，毋若造成香港境內自由受限制。在台香港人講，也有真濟佇外國的香港人，互人跨境鎮壓，親像捌發表過爭議言論的人，伊的親戚朋友可能互人叫去問話。
我们在台湾，我跟一些朋友在念书上面，我在去留言，在他的念书公开留言，然后他再过几天，他就国安局打电话给他，问他。你跟我是什么关系？跟富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在你的脸书上面留言？这关心香港议题，民间团体拜三召开记者会，指出即摆香港政府甲控制香港人的手伸到境外，影响流亡伫海外的香港人，亲像骚扰因伫香港的厝内人甲朋友，透过国安公署施压等等。在台湾的港人都已经提到了所谓的跨境镇压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此要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针对跨境镇压的议题，拟定相关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确保在台湾的所有人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任何的人权侵害。有立委也出席记者会，声援香港政治犯，还有批评香港的跨境镇压手段，伊呼吁朝野政党拢应该谴责香港的基本法23条。民间团体指出，因所落来也会透过街头宣讲的方式，让更加侪民众知影香港即马拄到什么问题，关心香港的未来。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AI 晶片公司辉达伫台湾时间18到20日要举行1年1届的全球人工智慧技术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就表示，业界对辉达的晶片有正大的需求以外，也公布会和台积电等等的台湾厂商合作。另外，也有背书电影角色的机器人出现，和黄仁勋互动。Stand right here. 以电影《星际大战》做灵感开发出的 BDX 机器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将伊号名叫做 Blue， 配合黄仁勋的指令，从学路巧的时阵 ，Blue 也过欢喜甲摇身体。AI 晶片头叫辉达伫台湾时间18到22日，伫美国加州圣荷西举行一年一度的 GTC 技术大会，为了训练这先进的机器人。辉达也甲迪麦参 Disney Research 合作开发名叫做 Newton 的物理原理，只是一种会当真正较模拟物理世界的技术。黄仁勋也宣布，古德恩院将开馆，古德恩院采用双系统架构，用伫金属库甲慢速库，灵感来自人类认知处理的原理。这代表全球开发者拢会当免费使用这个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来加速机器人技术的创新甲普及。I told you the progress of our robotics has been making enormous progress. And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Groot N1 is open source. 黄仁勋130分钟的演讲点出两大新趋势，第一就是 AI 会走出荧幕，进入实体世界。所以辉达也开发两套关键技术，让 AI 会当伫安全的虚拟环境中学习安怎甲物理世界互动。第二趋势就是实体机器人会解决全球欠劳动力的问题。另外，黄仁勋也强调 AI 运算的需求会愈来愈悬。为了满足需求，辉达提出 AI 工厂的概念，用来取代传统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袂过只是储存甲找找信息，是专注伫生成 AI 内容的工厂，就像传统工厂生产实体产品同款。所以辉达会推出 Blackwell 的增加版 Blackwell Ultra， 也电是由化石机加打造的电脑主机柜，佮提出包括台积电、鸿海、广达旗下的芬达加。豪小等几啊间大厂赞助商，显现辉达甲台湾供应链的紧密关系。公司新闻新罗报编译。国发会今仔日伫咧立法院报告，调也是拢正关心这台积电去到美国投资，敢会造成这关键技术和人才外流呢？正做这台积电董事的国发会主委刘敬清就表示，伊相信台积电会做好这风险管控，袂烦恼人才流失。伊也认为台湾的企业若准国际化这是趋势，要相信台积电有才调行向世界。台积电宣布伫美国增加投资，引起外界烦恼。台积电恐惊会变做美积电。在野党立委表示，国发基金持股台积电6.38%，敢若去年第三季股利收入247.9亿，对台湾的经济贡献袂小。台积电的技术领先性是竞争力的关键。台积电相信上关键的技术，真正敢袂过去美国。你认为在台积电赴美投资 N-1就能够保证保护台湾的角色地位吗？台积电在南京设厂20年，它没有任何机密外泄哦。
它没有任何机密外泄，反倒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公司反而有控告一些员工把机密带到对岸去，所以机密会不会外泄，完全在一家公司的管控。甚至执政党立委也烦恼，因应台积电需求，部分半导体供应链也会前进美国，敢会造成台湾供应链外移出走的现象，甚至台湾人才流失的问题。您担不担心台湾的人才已经面临不足的状态，会不会又被磁吸过去，一窝蜂的全部往美国跑了？我们跟台积电本来就有沟通，然后那台积电的做法是这样他一定要用台湾的人才跟台湾的技术，因为他们告诉我的说是台湾人才是最好的，所以他每一个最新的制程一定在台湾。国发会主委刘家清强调，回答来台湾设点，未变做台湾回答，也未将关键的技术来泄露。未冷定企业来台几啊年也拢同款，所以相信台积电有能力保护家己，也爱支持台积电前进全世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海真势紧张，咱的国军这礼拜正在进行小汉光备战操演，早起伫咧桃园进行这战车炮操训练，也若伫咧台中是演练着主动装备设置，提升部队的战备能力。另外，今年汉光41号演习，头一届改设定做中共自2027年可能会拍台湾。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一寡新武器也个训练方式，拢需要检验。模拟开炮射击，官兵发挥团队精神，执行炮操训练。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小汉光19进入第3天，采取状况引导，予部队对战场的环境未清分。两架 M109A2 接到指令，伫桃园进行阵地转移，实施战略保存、临战训练，对射击流程熟手。阵地外口也设50支枪扫，掌握敌情的动态。怪手甲肉粽架吊起来，伫海岸做一堵真高的壁。5日工兵群伫台中、甲南海堡，也有海堡外口的连外道路演练主动的设置。包含放降气球、抓北型的铁网甲鬼雷，模拟中国登陆了后应对对方的行动。国军透过小汉光的操演，提升部队高备战的能力。另外，今年重头戏汉光41号演习，士兵操演加陪做10天9暝，搁头一届以中国2027年可能侵台来暗算，加上无学地带的侵扰，引发关注。汉光演习本来就会设定一个可能往后1到2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的话，那你容易万一真的有任何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你的这个备战这个没有办法到位。郭立雄强调，甘愿认定中国由演转战的时间缩短，用这来验证国军马上回应的能力。也若中国一天2届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无法无天、无负责，用词罕见真强烈。对这个国务院的回应也是第一次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美国国务院这一次讲的比较重，真的比较重。用这个所谓明目张胆且不负责任。也若唱水南国造的海群号并11月交南，敢会当如期伫4月初1海测。郭立雄回回讲，香港的测试欠点该修正到位，安全无疑虑才会到后一个阶段。目标有关按算计划4月之间投入海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目前有14条的国际海底电缆线，伫咧新北淡水、八里、宜兰头城，啊，个屏东的邦山这些所在拢有。即马搁再加一个，就是台东的大埔。县政府表示讲 ，TPU 海缆系统建设计划正在进行。有学者是建议讲，爱强化这通信的韧性。那这海底电缆线以外，这卫星比普拢爱互相来支援，才会当降低风险。卡图基伫台东大埔海边啊，正伫时间包含基房的沙坡、人坑、管道甲 PFE 接地这工程，关乎间接正实施 TPU 海缆系统建设计划。平常经过就看，就已经是有几个月了，挖的也是蛮久的，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些哪些事。台湾即阵总共有14条国际海底电线，中流点分别是伫新北淡水、北里、宜兰头城、屏东邦山这所在，均是伫台东大埔。根据了解 ，TPU 海底电线会直接到美国关岛了后，再连接美国本岛西岸，总长大约13470公里。整个系统工程预计今年5月完工。
送发部讲，相信伫今年底就16条国际海底电线会再提供连外通讯。因为台湾899网络并款拢挖区海底电线，因讲是台湾的首位性命线。不过进前台马第2、第3条海底电线连续发生断气状况，引发外界烦恼连外通讯问题。那你要在连到国外去的时候，那通常不要拉海缆，那你拉的越多条，那这个到时候被破坏来讲的时候呢，那你就有越多条可以做备份。所以当然你今天来讲，你有多一些的海缆被建立起来了之后呢，那你相对来讲你要被完全孤立的几率也就会变比较小，让我们的韧性提升的一个方式。学者建议强化通讯韧性，除了经营无同的海底电线，多轨道卫星为破解互相来支援，嘛要全力支持建设海底电线站，也有支援的机房，才有法度多方面降低这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屏东县雾台乡传出有爬山团撞到这土石啊放落来意外，造成7个人受伤。这25人的爬山团呢，要去正出名的景点七彩岩壁时阵呢，有熊大量这土石啊放落来，7个爬山游客去互击到，其中一个60岁女性骨折，其他大多数拢是轻伤，有5个人送病院治疗，其中2个已经家己离开，无去就医。受到这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继续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明仔载北部地区的低温呢会降到8度以下，不过拜四开始呢就出日头，早暗温度差别到10度。气象署也提醒讲，后礼拜四还有一阵冷空气到位，要落南又搁会变天啊。天光时，合欢山规片白茫茫，2台吐土机赶紧出来吐瀉，因为合欢山土骹积雪已经到11公分。除了山顶冷气机白地嘛是同款，拜三透早新竹关西干那4.2度，北部温度伫10度至18度，中南部12度至22度，东半部14度至19度。不少地方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因此在新北以及基隆都有出现6度附近左右的低温。气象署表示，拜四冷气团会减弱，各地开始慢慢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会差到10度。真正变热是礼拜到后礼拜2这段时间，到时高温会来到30度。从明天礼拜4开始，一直到下周，整体的气温都是逐渐在回升，以每天回升1-2度到2-3度的状况。到了周日之后，尤其到下周一的初期，整个天气形态就又会回升到比较温暖的一个状态了。不过，气象署表示，这只是暂时的回温。气象署提醒后礼拜4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强度搁咧观察当中。记者第一线柯敏哲台北报道。高雄这站啊，雨水是较高，环保局的人员去巡查发现讲，这猎蠓桶啊出现水汽的比例嘛变较高啊。虽然目前是无本土个案，不过这高雄也派出着这天高这个防治队，若总有生水汽就会投药啊。另外，卫生局今年也有提供奖金。入境的民众若准有发烧，主动通报了后，就500块的礼券；若感染着天高热，通报了后有2500块的通报奖金。队员将做迄罐油灯，摄影机的镜头就探去年前，透过平板电脑看顶罐是毋是有积水，敢有生水汽。因为这阵啊高雄地区的雨水有较高，天气黏咪寒黏咪热，天高热防治队拢会去各地巡查采样，结果发现这阵啊猎蠓啊桶内底出现白线灰卡蠓啊，甲埃及灰卡蠓的比例真悬。民众嘛表示，这阵啊确实有感觉蠓啊变多。预防蠓啊，就尽量甲伊无水，尽量去内底较大咧啊，去尽量较无水咧，就袂蠓啊。扫较清气咧。啊，扫较清气咧啊。啊，这阵啊蠓啊敢有变多啊？这阵啊有哦，这2天啊寒人嘛，搁加减啊有蠓啊哦。环保局强调，高雄市为着要防治天高热大流行，除了针对机场等地区对入境有发烧的人进行快筛采检以外，特别成立的天高热防治队也会伫各区各里放猎蠓啊桶，也是运用科技来监测当地蠓桶密度，甲天高热对境外传染源头甲传染的媒介拢彻底掌握。今年于15区244个里布设诱杀头。每周监测各里密度作为防疫重点参考，户外资生源巡检3889里次，清除积水容器29万余个，告发222件，
夏日将至，提醒民众加强巡道清刷。环保局表示，对原孙仔若是发现有生水刺，除了采样以外，也马上放药落去头汤，防治效率真好。另外，卫生局今年有提供奖金，入境的民众若是有发烧，主动通报就有500块的礼券，确定染到天狗热，还有2500块的通报奖金。记者柯家族赵雄高雄采访报道。伫咧新店口乡这成功路附近的农地，拜日传出互人伫遐乱倒垃圾土，现场搁再查到11桶外口有打工，这是有毒化学漂式的铁桶啊！新店县相关单位接到通报了后，也去到现场采样，要了解这物件敢会造成败害。工厂外口互废土蹲甲甜，检我一看，搁有过来废弃的铁桶，顶悬搭有毒的化合物 SDS 警示。大附近的民众听到消息，拢感觉真烦恼，就惊影响到当地水源。当然卖惊，搁迄有毒的物件离水较近着，万不离水若淋落身躯内底，身躯内底有中毒，足恐怖的呢。附近呢盖了很多铁皮屋了，而且它完全没有经过申请，遗留在外面的，有了新北市的那个再过来的装那个。有毒化学物质的那铁桶，还有10几个还在那边。新德县河口乡花成功路附近的农地，拜日传出互人倒大量的废土、掺废弃的铁桶，县府接到通报，派人采样。初步了解，铁桶是对新北市资源回收厂来的，后续会采样厘清内底底啥。现场发现数桶原盛装化学物品之铁桶，其内部已被填充混凝土及钢筋。现场情形已经涉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1条、46条之规定，因涉属刑事规定，本案已请湖口派出所协助侦办，将安排采样稽查，以维护县民人身安全。环保局表示，现场的管理员讲，铁桶的内底是用来固定地基的暗蒙头，不过敢真正有影，也是要等检验报告出来才知影。目前会先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农业发展条例，甲嫌疑人依法上班。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有真侪人爱去这台北捷运中山站附近遐踅街，因为遐店家形态是真多元。最近市政府呢，伫咧捷运的出口画一个马20公尺宽过路线，平一般的过路线是搁较宽。真侪民众拢感觉讲，安尼这车路变较宽，加较好行。不过也发现讲，真有可能是伤过宽，这公车是袂赴过红灯进前呢，伊就驶到这个路口过袂去，直接停在顶头，颠倒造成这民众的困扰。伫咧捷运中山站出口附近，台北市政府新增加这个要20公尺宽的斑马线，讲是要配合整体线型公园的规划，也互过路人较好行。原本连接百货公司甲附近店头的2条普通跨度斑马线，工人等咧时间甲伊画掉。换做这条连接2边捷运出口，要20公尺宽的斑马线，互过路人行。大部分民众感觉路变宽，加较好行。还不错啊，因为这样才不会大家都挤在一起啊，就可以比较宽的这样分散的走啊。如果那么宽的话，我们就有比较多地方可以走，不然通常都要走出斑马线才可以。中山它在人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交通其实那个行人在走过马路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走在斑马线上的。我觉得多少应该会有差。虽然人行的所在变宽，但是记者实际伫现场翕到，可能因为这个斑马线收过宽，就有2台公车未赴伫灯号变红灯正前驶过路口，就安尼坏伫咧斑马线中央。人行过路口就要闪过这2台公车，看起来是真危险。台北市交通管制工天处表示，会搁再看现场状况，改善灯号。我们已经有增加了，就是黄灯跟全红的一个时段，去拉长它听到的时间，让车辆可以尽量去通过。那如果说现在目前还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会请我们就是处里面再来做一下检讨，是不是再微调一下这个听到时间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道路宣传，比如说像是市政府的跑马灯，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显目的地方，然后之后让驾驶人能够注意到说，这边其实是可能需要保持路口净空的。交工处表示，会变更调整黄灯、红灯的时间，让车辆有够时间驶过路口，保持路口无车。过路人团体认为，要加强对驾驶的教育，或者是标记宣传，彻底执行，保持路口健康，就通避免这款状况发生。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
常常听人讲，食到药是青草一叶，食唔到药是人参一招。而且有人讲吼，这活动，要活着爱叮当。实际上治疗不只是食药啊做治疗尔，运动也是一种的方式。这台南的基比病院成立运动强化中心，整合着医疗甲运动专业，针对门诊、住院甚至是手术了后的患者呢，提供运动指导，帮助这个病人建立着安全运动的习惯，也当预防着不正确运动造成第二界伤害。有教练带医生做运动，正平倒平打骹步，加上双手配合节奏来叮当，实际体验连接运动。这唔单单是活动身躯，也是医疗团队所设计的运动项目训练流程。未来这款模式会应用在病患顶悬，互当咧护管的病人通透过安全专业的运动指导，建立因初步的运动能力。从医院转接过来的话，有很多不同种的个案，就是比肌肉没有力气，然后比最常见的就是膝盖，膝盖比如说有置换啊，或者是膝盖疼痛，然后过来，然后就是比如说他要强化下肢，然后我们会带他做一些强化下肢的训练，这样。专业人员来监督，那我们里面有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他们都具有运动教练的一个专长，他会比一般的俱乐部健身房那来得更安全。这嘛是头一间针对病人成立的运动中心。基比病院院长指出，文献显示，复健做完了后，通常有一段连接运动的过程。像两骨手术后，就要加强脚趾片的力，脚床头迄颗螺仔耐痛，就要提早训练做运动，较免去病院动手术。学者嘛强调，超高龄社会时代，要互时代生活自在，运动绝对是一个好的生活惯习。以前的医疗可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才去做介入，现在如果面对高龄化，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生活中就是需要运动。国人健康的那个调查里头，你中高龄开始的话，你大概差不多已经有70%以上就已经有一种慢性病了。实际上，我们中高龄的这一块的这一群人，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医生所开的是治疗处方，即卖会当开运动处方啊。有学者建议，病院甲社区会当合作，后续会使甲病人转入去社区，推展台湾社区的健康促进服务内底，由病院启动，社区接手，互医疗照护会当延续落去。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千万唔通为着个人的这个欲望，伫国外炸这鸦片入来到台湾哦。咱民国82年口袋一撇开了后呢，台湾的猪肉就全面禁止外销，这对猪农来讲是正大的损失。拜山农业部就宣布讲，台湾已经正式摕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科学委员会同意的建议，上近个月呢，这台湾就会当正做到这低这非裔国家。农业部表示讲，一步的计划就是要甲咱台湾的猪肉销到日本去啊。我这边是台湾的本土的本地的乌猪。小介绍这款乌猪，伊是淡水的第2代猪农。伊讲台湾伫咧民国86年口蹄疫裂开了后，就开始禁止猪肉外销，失去国际市场，对猪农的损失真大。即马农业部宣布，台湾的猪肉有机会重新进入国际市场，互伊真期待。因为咱伫咧2年前就已经，这个猪瘟就已经会满下，所以我讲这若开始会当互咱的猪肉进口，对咱的产业、咱的猪农来讲，应该是相当大的帮助。农业部伫咧去年8月份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猪瘟非裔国的申请，目前已经正式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科学委员会同意建议，预告期60天了后，若会员国无意见，上紧今年9月份就当正式通过猪瘟非裔的国家。我们现在生鲜猪肉外销新加坡是已经可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再锁定主要是日本市场。农业部讲9月份若正式通过，台湾就加做亚洲头一个得到猪瘟、口蹄疫、非洲猪瘟3大非裔国认定的国家。农业部嘛讲未来会和市场的业者积极合作，斗阵拓展更较侪出口机会。记者陈阿双、柯敏哲新闻报道。咱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不过民众对鱼海前捌确实无够深。细汉伫市场鱼摊大汉的作家林凯伦，伊家这对市场的观察写作册，受到不少国内文学奖的肯定。中华有道咧册店办讲座，邀请伊来分享市场的文化。市场内坐坐真青的现老仔，欢乐热情招呼人客，这是台湾特别的花卉文化。
作家林凯伦本身嘛是鱼贩仔，伊甲被鱼仔观察到的眉眉角角写册，得到不少国内的文学奖肯定。中华有独立册店邀请伊来甲民众分享台湾市场的文化。即摆菜市啊，洗菜市的人愈来愈少，啊，少年家嘛愈来愈少。为这想要知影讲，伊对菜市啊的感情，还是伊观察有啥物特别所在啊？想要知影讲，咱的市场一天的是安怎去运作的啊？每一个不同的摊贩，亲像有卖猪肉的啊、卖鱼的跟卖菜，他们从种植、生产到卖，它一整天的流程是怎么样的？逐工天拍半光，传统市场内贩仔就开始准备，等人客来交关，买物件拢是上青上着时的。作家林凯伦表示，为无共季节来了解台湾出产的食物，是洗菜市啊正趣味的所在。无共款的物件，敢若伫菜市啊。因为你伫超市，你可能逐工可能食美国的菱果，毋过你食袂着台湾的蜜苹果。卖起啊，佫愈侪讲数据无共的时阵，阮物件无共。我感觉这上重要，佫有认真味。其实你菜市啊，随时拢会来问着讲，我要安怎煮，伊随时拢会甲你讲。林凯伦记得，鹦鹉、二红衫、三抢、四白鸭是早年台湾鱼仔好食的排行，但是即阵民众拢爱选择亲像三文鱼、鳝鱼、鱼翅酒好料理的进口鱼。林凯伦鼓励大家加去洗菜市仔，因为市场毋但是免费的生物教育，更加是传承台湾食物文化的所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看这条新闻进程，先来思考讲，咱伫咧生活当中，伫倒位会当接触到艺术的？伫咧法国，因若准备看表演，无一定去到剧场或者是艺术中心。伫咧法国巴黎大公园，就设剧场，互剧团来遮表演。民众会当伫咧生活当中，就接触到艺术。伫咧法国巴黎，这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大都市，在这款大型公园内底，通常拢有一个剧场。像讲，若伫咧拜三下晡，这个小学抑个幼稚园囡仔下晡无课的时间，真侪家长就会带囡仔做伙来看戏。戏台顶主角偷偷啊拍开朋友的箱啊，结果有鸟鼠走出来，为着要甲掠起来，直直请现场的囡仔甲伊挡出。剧场用大量的互动，互大人囡仔看甲真有趣味。表演者 Andrian 表示，巴黎因为市政府的支持，互表演者通用真低的租金，细公园内底的剧场空间演出。伊认为这是一项真重要的政策，民众来到公园就通接触到艺术。Alors, ils permettent d'avoir ces théâtres dans les parcs. Il y en a une dizaine et ça appartient à la ville de Paris. Et on essaye de moderniser de temps en temps. Et comme ça, les parents sont contents que leurs enfants voient une vraie pièce de théâtre et pas que des écrans. 演过台湾本地戏国宝李天禄，伫咧1970年代在台湾教过一批法国的学生，后来李天禄慢慢到法国开本地戏工作坊。所以 Andrian 的老爸菲利讲，都是迄当时接触到台湾的本地戏，后来毋那改良红仔做卡，加入法国传统舞的本地戏武打动作，嘛伫咧戏台顶的布景加入家己的创作，互红仔戏变甲愈有路。Et la seule critique que Maître Lee nous a donnée quand il a vu notre spectacle, c'est qu'il n'y avait pas assez de bagarre entre les personnages, que j'ai adapté à ces styles de marionnettes, à gaine, des bagarres taïwanaises. 菲律宾仔定定性格看戏，找找灵感，嘛加入侪技术性的表演方式。伊嘛表示，虽然因为时代和科技的变迁，民众对一寡艺术的关注慢慢来减少，不过透过公园的剧场和表演方式的创新甲有路化，到今仔来拢也有固定的观众。因认为这拢是维持法国红仔戏生命力的关键。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来看墨西哥，这墨西哥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禁止搭牛的时阵伤害牛，或者是甲牛杀死。不过民众对这项新政策是看法无共款，有人认为讲安尼生做是违背传统，也有人认为讲着爱有针对可能。另外，伫南非呢有法院来禁止民众袂当去骑牛生炭古掠鱼，是惊讲骑牛无物件通好食，会来出证据。墨西哥首都墨西哥议会第18以61票赞成、1票反对，压倒性通过法案，要禁止为着斗牛的目的使用尖的物件伤害牛只，也袂使甲牛杀死。也若牛角必须爱包起来，以免去伤害着人。这项法案有个对产台超过132亿大票的斗牛运动造成冲击。
斗牛是真侪西班牙语系国家拢有活动。墨西哥市收占世界上大的斗牛场，会使容纳42000人。不过赛场上的斗牛往往伫活动最后被抬死，牛只失去控制也可能伤害斗牛师，所以长期受到动保团体批评。有人讲新政策减少无必要暴力，是真值得鼓励。 Este es el comienzo del fin de la tauromaquia en México. Las posturas del gremio taurino han sido muy claros. Ellos no quieren un espectáculo donde no haya sangre y muerte. 要做斗牛这道的人讲，新法案伤害因工作的权益。 Vamos a permitir este país sin las tradiciones está muerto, pues es lo que nos hace grandes y gracias a estas tradiciones comemos miles de gentes, vivimos. 镜头转到非洲，南非一间法院裁定，要伫非洲骑牛的6个主要探险的所在设置禁渔区，禁止掠沙丁鱼甲试判，因为这两种鱼是骑牛主要食物，禁令为期至少10年。纳米比亚甲南非的沿海地区是非洲骑牛唯一的栖息地，不过受到环境污染甲食物欠缺才严重冲击。现族群规模已经缩减97%，敢若剩无到2万只。专家讲，若是阁无采取行动，非洲骑牛到2035年就完全绝迹了。 公司新闻有派准备役。所以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0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8度到23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乌龙制度，乌龙啊是讲汤头，还是酒干啊嘞？花枝丸。哦，办公，你乌龙制度啥意思去啊？就甲你画腐烂啊，画腐烂，画好烂。